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聞，或者上網睇到世界各地發生嘅事，戰爭、衝突，唔知幾時會蔓延，你可能會有種感覺，個人好不安，有啲驚，有啲無力，甚至唔敢去諗將來。我想你首先知道呢一啲感覺好正常，唔係因為你脆弱，而係你有人性。喺面對咁大嘅世界議題，我哋嘅神經系統會自然咁樣拉起警報，但係我哋唔可以日日都活喺警報入面。今日我哋做一個練習，先安頓好自己，再用溫柔嘅說話去安慰內心嗰個受驚嘅部分。先安頓好自己，再用溫柔嘅說話去安慰內心嗰個受驚嘅部分。請你坐低或者瞓低，調整一個你覺得最舒服嘅姿勢，雙手可以輕輕放喺大髀或者心口，然後合埋眼睛，做幾次深呼吸，吸氣，吸入平靜嘅感覺，呼氣，放走今日嘅緊張，吸入平靜，呼出緊張，吸入平靜，呼出緊張。我哋慢慢將注意力帶去你嘅身體，scan 一次你嘅身體，心口係咪有種勒住、壓住嘅感覺？喉嚨係咪有啲緊，有啲傷感？個膊頭係咪縮起咗，想保護自己？個肚係咪有啲搞下搞下嘅感覺？雙手係咪覺得凍冰冰，想捉住啲嘢？就係咁，只係去觀察下我哋身體發出嚟嘅感受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同呢啲嘢感受講，我知道你喺度，你想保護我，好多謝你。想象下你身體入面，心口附近有一個細小但係無限安全嘅空間。呢度嘅牆壁
係用最溫柔嘅光造成嘅，你可以叫佢做平安之光。呢度嘅溫度永遠係你最舒服嘅溫度，唔太熱，唔太凍。呢度嘅聲音只有兩種，就係你嘅呼吸聲同埋我把聲。任何外面世界發生嘅事，戰爭、衝突、爭吵、混亂，全部都可以留喺外面，佢哋影響唔到你。你喺呢度係絕對安全，同自己講，我有一個永遠安全嘅內在空間，任何時候我都可以返嚟。喺呢個安全嘅空間入面，我哋可以溫柔咁樣面對嗰份不安。想象下你面前坐住一個細小嘅自己，可能係童年時嘅你，可能係琴日睇完新聞之後嘅你。佢個樣有啲驚，有啲唔明，有啲無助。你望住佢，唔使講大道理，只係需要做一件事，陪住佢，慢慢伸出手，輕輕攬住佢，或者只係輕輕捉住佢隻手，同佢講：我知道你好驚，個世界係有啲嚇人，你唔需要一個人撐住，有我陪你。你唔需要解決成個世界嘅問題，你只需要照顧好自己。你喺呢度好安全，我會保護你。感受下，當你同佢講呢啲說話，你心口嗰種原本勒住嘅感覺，有冇輕鬆返少少？你唔需要即刻就唔驚，你唔需要即刻就唔再驚，只係需要知道有人陪，就冇咁驚。將手放喺心口，感受下手心嘅溫暖，同自己講：
逐個字逐個字慢慢嚟。你唔需要真係講出聲，只要個意識上跟住我讀一次就可以。我允許自己快樂，即使世界唔完美，我唔需要解決所有問題，都可以擁有平靜。我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件好事。今日我選擇留意生活中細小嘅美好。我值得擁有平安。我係被保護嘅。我同世界相連。每講一句，想像下有啲溫暖嘅光由你嘅心口滲入，滋潤你每一個細胞。我哋即將完成今日嘅練習。臨醒之前，畀自己一個好簡單嘅指令。今日做一件細小，但係能夠將平安帶出世界嘅事。可能係對住身邊一個人笑一笑，或者 send 一個關心嘅訊息畀朋友，對自己溫柔啲，甚至只係行路嗰陣留意到啲風吹過皮膚嘅感覺。任何一件小事都係話畀自己知，即使世界混亂，我仍然可以選擇平安。我由5數到1，帶你慢慢返嚟。5，記住你內心嘅安全空間。4，記住你安撫咗內心嘅細小自己。3，記住溫柔嘅說話滋養你嘅感覺。2，喐下手指腳趾。1，擘開雙眼，歡迎返嚟。個世界可以好亂，但係你可以好穩定。你嘅平安由內而外。聽日再見。